台语字真趣味，相亲啊，破豆台语安尼写破豆，闲谈聊天，也者是闲扯哈拉打屁，台语拢会使讲破豆。像广播节目到时间，主持人起鼓拢会讲，欢迎听众来开讲破豆，讲天说地。同学会，大家卫生破豆，猛练小话，讲当年学生时代真侪深色趣味的往事。大家食老也会当常常相吹，做伙破豆练身，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。讲人的是非事，家己嘛是是非人，所以甲别人破豆开讲的时阵，唔通谈论他人的是非，这是做人处事的道理。破豆的破，梦想破灭，家庭破碎，谣言破除，宣布破产，破解游戏，家破人亡。互你破费咯，破是文音，破是白音，看破骹手，拍破行情，开破好听，代志出破，食紧弄破碗，讲破无值钱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破豆实在真趣味。